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苏成，诚实的诚。我有2个原则：一，从不骗人；二，从不相信任何人说的话，包括我自己。既然您从不骗人，为何不相信自己说的话呢？哦，抱歉，我没把自己当人。医生，我感觉我要生了，你究竟是不是医生？快呀，他要出来了。好，就来了，别急，我正在准备接生工具。医生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这位夫人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在准备接生工具啊，你看，准备好了。不，你在骗我，这不是接生工具。夫人，请您看仔细些，这就是接生工具啊！只需要用这把工具将您的肚子剖开，您的孩子就可以完好无损地降生在分娩椅上，从源头上避免了孩子顺产有大概率掉在地上的悲剧。最重要的是，此方案目前零差评哦，请你放心，我是全诊所资历最深的接生大夫，一定会保证您孩子的安全。孩子安全，快给我接生！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。你在做什么？你想杀死我的孩子？夫人，你这么说真是太让人伤心了。我这可是在救你和你的孩子啊！你看，孩子安全的降生了，快看，你的孩子多么健康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一看就是个眼睛大的好孩子。孩子是个男孩还是女孩？恭喜夫人，是个带把儿的男孩。什么？为什么是男孩？他明明应该是个女孩。是你，肯定是你的接生技术，你这个庸医。夫人，你应该知道，孩子的性别取决于父母，而不是医生。或许你应该去问问孩子的父亲。那个男人居然想要当孩子的母亲，我吃了他，只有我才能当母亲。我们诊所可以为夫人提供询问死灵的特殊服务，你仍有机会去问问他，为什么你的孩子会是一个男孩。但是这个服务可能有点贵，不过我觉得为了孩子，一切都值得。我的孩子必须有个说法，我要怎么做？快，医生，我要去问他。请您闭上眼，脖子再抬高一些。好，不要急，会很快。我刚才说了，这个服务有点贵，你妈妈还没付钱，但她一时半会儿可能回不来了，不如你替她付一下，钱货两讫，谢谢惠顾。